常常一直反复在做，其实也会变成一种习惯。你就算说我不要想，我不要想，它还是会怎么样？还是会出来哦。因为你平常就没有常常在止念的功夫，你没有怎么样，你的心境没有常常处于平和当中，你那个念头它会忽然咻就进来了，你是不自觉的。你想要拒绝它，它也不会让你拒绝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要知道说，诸行无常，是生灭法。这样的念头来来去去，其实它是一种生灭。你在想，当我们对人世间的这一些作为，我们要知道，它都是怎么样无常。我们刚才在讲这个无常，后续再讲一下。那么这无常这一切是生灭法，生灭。我今天很快乐，我不可能都快乐很久，那都是短暂的快乐。我今天去买了一件衣服，我很开心，可是这件衣服等到我穿坏了，我穿了几次之后，我觉得我看到阿华姐跟我穿一样的时候，这时候我就不想要穿它了。你那种快乐又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我知道你不会，我应该说玉慧。对，如果是他是不穿的。他说我不想跟阿静姐一样，因为穿在他的身上不好看，穿在我的身上这么好看，我们两个怎么能够一样呢？所以，对，差太多了，年纪也差那么多，他干嘛装年轻呢？所以他就不想要那件衣服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去想，那种心境，它就是怎么样？由刚开始很喜悦，后来又遇到什么事又不喜悦了。这些外境呢，都是眼睛看了，内心触动了，色受想行识，在那边转换，对不对？这都是生灭，一下子咻过了就没有。所以我们人的心在追求很奇怪，你明知道那是短暂的快乐，可是我们还要再去追求外在的那种变化，所以呢，人的心就是变化，怎么样？人心变化无常，人心变化无常，所以那都不是佛，佛是平和，它是平静的，凡夫才是怎样？变化无常，人民欢喜，人民考，对吧？人民怎么样？人民怎么样？什么样都有。那佛它是无有的，它是非常清净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他告诉我们，生灭灭已，即灭为乐。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生灭灭，你要知道这些无常，你要能够不为所动。你要不为所动，因为它都是怎样借用的、借助的、借看的、借使用的，它不能够长久你对这一切的心境都不要起心动念。人生就是这么样子，生老病死，成住坏空，生住意念，因果循环。所以你种什么瓜，必定得什么瓜；种什么豆，得什么豆。所以我们说罪跟业，有些人就会说，我又没有杀人放火，我哪里有什么罪？我哪里有什么业？其实因果在讲这个因果的时候呢，其实你怎么做，你就怎么受。所以呢，佛家常讲一句话，就是我们常常朗朗上口的一句话说：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者是。各位。